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。唔知大家有睇泡茶冇？不管有唔有睇泡茶，也係冇睇泡茶，大家一定聽過台灣的茶係當有名的哦。像北部有平壤，有新竹，中部呢又有梨山、南投，南部又有阿里山，呢度地方種幾多的茶。不過講到六龜，大家有想到有種乜嘅茶冇？唔知嗬，唔怕。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到來自六龜的兩位好朋友來到現場，會為大家來介紹講六龜到底有種乜嘅茶，又有今年有乜嘅精彩故事呢？我哋夾夾來分享來自六龜的嘉威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是來自六龜新發的茶農，我叫何嘉威。還有我哋永德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六龜的茶農李永德，大家好。兩位好，永德隔壁，我聽講啊，之前唔能親像唔係睇種茶嘅，係之後咱回到一片六龜一片來種茶嘅嘛。安尼永德，你之前係睇做乜嘅呀？我以前係喺花蓮做工人，做嘅9年。喺花蓮哦。係。做工人係做算陸軍也係那條嘅嘛？算海巡嘅安尼條路係。你看海路做嘅。你看海安。路看檢查漁村嘅安尼係。嘉威呢？之前係睇做乜嘅呢？我之前出社會的時候，其實我一直從事的工作是在百貨業。對，就是百貨公司當櫃姐。對。百貨公司嘅櫃姐工作同樣嘅種茶伊哋我感覺好冇相用呢，應該挺辛苦適應起來。對，兩個的差距真的蠻大的。頭都我記得講，嘉威本身係六龜嗰邊嘅人嘛？係是。永德你係哪人啊？我係屏東竹田鄉南勢村嗰邊嘅人。伊咧屏東伊咧係高雄嘅六龜，兩個地方差有一些距離呢，你兩個認識的呢？我以前更加入社交團體係 FB 網站網絡是認識的。喺網絡上認識的都錯嘅，哇，有緣哦！嗰時候兩位結婚以後，都回到六龜嘛，係咪安尼？係。做乜佢會想到本身都有工作得好好的，你會想到會回去六龜？因為以前喺花蓮做條路因為我上暗班，我輪班，輪班久的吼，你身體發覺唔好意思咧，你拄好嘉威因爸爸嗰邊六龜嗰邊種茶，你講我估嚟聽數目，因為老人家嘅身體咩唔好安尼，咩差唔多冇乜嘅體力做太多嘅事情安尼，你問下定細年啊過嚟聽做冇？拄好有興趣，你過嚟聽書安尼，做條路。你本身拄好自家嘅工作有到一個瓶頸，路卡又需要兩位過來聽書安尼，嗰時候你安尼毅然決然強行嚟原本嘅工作，過到六龜來種茶。唔過你以前咩好農事嘅嘛，也咩做野種嘅，你過到六龜安尼種茶嘅時節，有拄到乜嘅困難冇？應該很難適應當初㗎。對，因為我們一開始回去的時候，我們就是其實我們喜歡比較自然的東西，所以我們一開始回去，我們就設定我們就是要走比較自然路線。那一開始其實最辛苦的就是要除草，因為我們當初回去的時候，我父親給我們一塊，幫我們整理了一塊地，然後讓我們重新整理一塊地種山茶，然後我們是從很小的小苗開始種，然後整理那塊地最辛苦的就是除草。除草收草。對，我們是因為那個山坡地的那個坡度很斜，然後我們是要背着除草機
就是要除草，因为长辈的观念就是觉得说茶园就是要干干净净的，不要有杂草，所以变成说我们就要很勤劳，一直除草，一直除草。哦，对，人家迄8吨大背包摕北山，啊，人迄8吨嘅嘛个除草机摕北山，啊，顺山安尼是重训嘛，安尼比别人来讲，够天空哦，负担比较大。对。我都因为做农一定要安尼买除草机安尼做，嘿，因为迄是迄茶园管理的无法度爱除草安尼，嘿。哦，其实六桂，我记得六桂的地方也係生態嘛，人的茶園可以講介紹一下講，人茶園都係喺六桂的哪片咯？內底迄茶園伫六桂的新發嗰片，差唔多海拔路差唔多800到1000米安尼。1000米哦，安尼算有高呢哦。嘿，拢算種的幾片都到內地植樹都差唔多30多年安尼。哦，30多年。嘿，茶樹免差唔多安尼年紀安尼。嘿。哦。嘿，免種清舊的茶樹安尼。安尼頭頭我有聽過講，因為有8噸嘅除草機去除草嘛嗰條。其實以前農人家冇按到體力可以8噸除草機，應該佢哋係用殺草劑嗰種嘅啊。哦，內地係冇用殺草劑啊，能用除草機安尼。因為內地係做友善耕作嘅。友善耕作。嘿。哦。以前盧卡灣喺種嘅時節都做友善農法嘛。以前係算做友善安尼啦，毋過無種更加做按詳細安尼，按照伊嘅規範去做安尼。哦，我記得我就有之前有稍微看了一下人茶園那個資料，我想講前年安尼按過，人茶園那個環境應該唔會差吧？可以同人介紹一下喎。哦，內地迄茶園，因為內地迄做友善的耕作，有以內地園區，伊的生態性很豐富，有一些聽到一些山羌，一些猴子，還有一些山豬，老鷹，對，老鷹。等一下，我記得講到一個生態真豐富，我記得我有去download一下個相片，請啊，嘟嘟可以來模擬一下，來。安尼種一個青蛙，今年會識一個蟲係冇？青蛙樹蛙。一個係樹蛙，伊個哪一種的樹蛙唔知冇？我們沒有研究，但是我們知道它是樹蛙。哦，你茶園底部可能不時可能到入草嘅。如內地茶園有呢空一啲水桶，將迄下雨的雨水，露水的雨水，雨水的時節，反正有水的地方都可能都有條樹蛙。可以用安尼樹蛙都伫迄水攏生態好，都可以是有安尼樹蛙呢。哇，伫迄棲息。它會在裡面生很多寶寶，然後上面都有很多那個白色泡沫。我們剛開始回去，我們不曉得那個是樹蛙，我們以為是。它那個泡沫很像那個芭樂裡面的那個籽，有沒有？就在上面這樣一顆一顆。然後我們那時候還異想天開，想說這邊沒有種芭樂，為什麼裡面會有那個一顆一顆就這樣一坨泡泡這樣？後來才發現那個是樹蛙的卵。哦，頭頭你有講到，地方會有山羌啦、老鷹啊，有樹蛙一條。頭頭我最有興趣吼，其實還有一種相片嘅，請你下。好。前度，一個你工作嘅時間都看一個風景嘛？休息嘅時候都安尼，都伫在啲地方安尼坐落來安尼看風景安尼，坐落來看風景。坐下來不是工作到一半嘅時間，個可以嘛？都坐下來看一個風景安尼種喎。因為面景都面向嘅六桂嘅市區。可以看到一前10號嘅時間都可以看到安尼嘅風景。遠眺可以看到迄852大樓嘅建物，高雄市852大樓嘅建物。觀眾朋友，唔看睇下片工作，係唔係真幸福啊？佢嘅時間坐下來可以看一下一個風景，哇，心情一定過好喎，錯冇？沒錯。
除了安尼，恁个茶园的四季，也谈讲恁个四季的风景也无共样呢。恁迄唔迄也可以同人介绍一下。也记得恁有无共样的风景哦，迄唔迄有相片可以来看一下。有的，像这一张啊，这个是我们樱花季的时候，这个是早期是二伯大伯他们种的，已经应该十几年了。然后这个是今年的时候拍的。今年那个法术，哇，这法术樱花树安太条呢。嘿。哇，那翕相风了安江哦，也个算春天的时节翕的嘛。对。春天。对，大概3、4月的时候。哇，有机会一天要去能给老聊一下。还有吗？还有像这个李树，它其实是李树的季节先到，然后之后才是樱花。对，然后这一片是我们茶园下面的，这个是大伯的，他之前种的，然后我们刚好也是今年拍的，就是农忙完之后啊，我们就是看到今年的梨花开得很漂亮，我们又下山回去梳洗，又准备一些东西，我们就上去在这边野餐。对，梨的花，梨花露出的也个差不多迄哪个时节的翕的，什么时候拍的？差不多都是在2、3月的样子。差不多1年2年呢，也时间。哇，真的不错呢。其实你们这个风景，清老又清江，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来去看。唔怕等下有机会让人好好来去聊聊一下，好嘛？好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唔看大家工作係咪真幸福啊？哇，有风景，有生态可以看，可以直接坐下来有安详的风景哦。休息一下，等下呢，我哋夾夾嚟同大家嚟問一下，到台灣用我嚟泡好茶哦。觀眾朋友，到我哋看到安詳嘅茶園風景，其實到台種馬嘅茶，我哋夾夾嚟問幾點咯？用得，你哋嘅茶園嘅地位啊，茶樹有乜嘅冇共樣嘅地方冇？談講啊，你哋茶樹同別的地方冇乜共樣呢？那邊咧六桂種嘅那邊茶園嘅園區，冇共嘅地方咧，那邊種嘅台灣山茶。山茶。山茶都以前最早的历史记录，1717年的时候，伫清朝治台时期。都有记载中南部有山茶安尼。最早的历史都对清朝嘅时节都开始，都对这片山茶都种到一下。山茶的历史是安尼来的哦。不过拄到讲的迄山茶的历史啊，迄伫讲的迄野生茶。野生的。伫迄没有人打扰的，林务局保护的地方。更加来等种的山茶，迄人工的栽培。人工种下去的。要种30多年的，免侵路的茶树的。30多年，都算台湾原生的茶种都错的。不过俺就看人哋嘅当国有写嘛个乔木，俺哋茶树唔免看到了细细的灌木嘛，哪有讲乔木呢？来等咧讲的山茶。它是乔木大叶种的，伊个树势的滚度差不多6到8公尺安尼高，我是各首各国那很多乔木安尼。讲到鸦片食材最有18招，俺哋来看到人有带你哋茶叶来嘛，俺哋夹来先泡茶，先试一下茶来，好嘛？同人介绍一下基本你带来有乜嘅茶，教会麻烦你一下。现在冲的这一壶是乔木绿茶，它是用台湾原生山茶做的那个绿茶，可以喝看看。绿茶好，安尼我来试来哦。有香哦，安尼先试。清甜呢，会甜，马上就有那种回甘的给米稀。对，因为山茶它本身的胶质比较厚，所以你在品它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它的茶汤的胶质会比较厚重，然后比较甜水。个甜都错的。
除了安尼，看到还有其他无香的茶叶，可以同人介绍一下吗？可以。像我们今年有做了一款比较新的，这个是用这个台湾山茶做的白茶。哦，最内杯也给嘛，最外面这一盘。对，这一盘。拿起来看一下，也给是乜嘅茶？也得是泡茶。泡茶。嘿。咦，安尼烘落的泡茶做嘛要泡茶？你泡出来的茶色是泡色的嘛？哦，没啊意思。你烘落唔係泡色的呀？做嘛叫人都泡茶？因为迄做法，伊做法，做法有冇嘅木香用可能介紹一下嘛？白茶伊做法都冇炒過，冇經過炒過啊，冇老年，都自然的微調安尼，都不用摘下來之後都不用俾走安尼。難怪佢看來安啲像安尼一般嘅看到嘅落葉香樣安尼走。因為冇不炒不老，所以伊個葉子啊都完整安尼。也袂都夠完整嘅做法。其他米線哦。冇咁用，白茶都滋味都淡雅安尼。比遐個淡，比綠茶個淡。濕嚟會唔會水唔落？唔會，因為有經過伊個焙火嘅工序。伊個咖啡因含量冇咁高。咖啡因冇咁高。觀眾朋友，講講濕茶水唔落嘅，可以嚟吃看下先有嘅泡茶哦。然後天一盤也嘅看風來個強，也嘅係乜嘅茶？也係綠茶。綠茶。頭都也嘅也係綠茶呢？用嘅無香用嗎？香用更加泡嘅都同也係香用係。香用係綠茶。所以佢其實泡出來嘅米絲都同頭都實在感覺香用，個有米絲個甜一些安尼。也係綠茶都有經過伊冇發酵，經過發酵有炒過有老年安尼。第一盤係冇炒過嘅，第二盤係有炒過嘅，安尼第三盤係用嚟做出來嘅。也係較有色咧吼，係紅茶。紅茶。我知嘅。第一盤冇炒過，第二盤有炒過，第三盤都炒過頭，都變紅茶呢。因為它的那個工序，工序吼，發酵，重也發酵。安尼也個米絲個重咯。Q，觀眾朋友唔看，也個都從縮水縮到清細條，對。天白嘅泡茶無香用，因為那陣摘茶吼，真從伊個採摘標準，要求1心2葉安尼。做伊個茶乾都比較細緻，比較不會那麼的大，這樣子茶乾不會那麼大。唔講看你哋泡茶嘅工具啊，都真齊全。你哋泡茶嘅時節有愛注意乜嘅嘛？那陣泡茶會注意路伊個水質，水水質，要用咩水？上好都要用山泉水最好。無法度都用RO逆滲透家用嘅。溫度喏，談講茶嘅溫度有無香用嘅，每一種茶都無香用嘅。水都都亂講安尼泡，過來都伊製茶量。過來伊浸泡時間，安尼讓完整的泡出好的茶來。每一種茶嘅浸泡嘅時間都差唔多嘛，也係每一種茶都有無香用嘅。像頭先我哋講嘅泡茶，叫佢泡1久啊。泡茶同綠茶香用都差唔多，第一次都30秒到25秒安尼。30秒到25秒。其他嘅像紅茶咯，有夠久嗎？紅茶都差唔多35秒，到5秒安尼。安尼泡紅來都直接安尼可以食的，也係講安尼注意講用嚟品嚐一個茶，咱可以食得到安尼茶嘅真實的啲米絲。那陣飲茶會注意都，飲喝之前吼，我會先看伊個茶色。第一步先看茶色。伊個茶湯色。也個看紅來個淡。
啊，天呢哦，天呢都伊个香味，香味，而且皮下嘅米茶的上，绿茶又够淡，啊是，食下来，我有愈淋到伊个滋味，在喝它的滋味，喝它的滋味。啊有讲我停那个嘴里会停在嘴里面一久的时间无？无，如一定要一般的品尝安尼。哦，你吃得到个米丝啊，都可以的。嘿，哦，也个绿茶真好吃呢。吃下去，其实其他米丝够淡，不过呢，吃下去其他回甘啊，余韵清淡呢。够清香安尼啦。系啊，够清香。不过呢，我看到呢，根本你带来嘅工具，亲像我看到以前老辈嘅茶席，那係咪有啲好高嘅茶席啊？家位？像通常如果来我们工坊的客人啊，我们会看人数，然后我们会准备杯子。那像我们会现在我们会培养客人来这边或朋友来这边先静下心来，所以我们喝茶会有一个3步骤。那我们就是会先看泡茶师，对，看他怎么从前面的流程开始走。那我们会跟客人讲说，那喝茶时候啊，就是当茶师把茶泡到你面前，端到你面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先看一下茶汤的颜色，然后端起来的时候再闻一下茶的香气。对，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慢慢的分3口把它喝下去，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滋味。就天天的看呢，然后调到皮给它面丝啊，来吃下去，安尼。是。都是简单的茶席步骤都安尼嘛。是，基本上是。按我堂讲呢，有个第一泡绝对不可以讲话的规定，是不是？第一泡不可以讲话是？对，因为其实会有这个规定是，其实我们是想要让来的人或朋友，他们可以静下心来去感受这个茶汤，因为茶其实它是很奇妙，它在前3泡的时候，它的滋味会不一样。它第一泡的滋味是最香，然后它第2泡冲的时候，它的滋味是最浓郁。对，所以我们会让客人说，去感受一下它的前面的香气，跟它第2泡茶叶展开之后的味道，然后跟后面的余韵这样子。对，挺有意思呢。嘿。观众朋友，这个茶无简单嘞，会按到功夫哦。不过就会按呢，是红来茶能匹配的好是不？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见到精彩的故事，等到俺俩来分享。头头俺俩有讲到，用来泡茶，用来试茶，也介绍下有哪道茶的品种。不过泡茶无必是点心用做的人哦，怎么阿德？你能平常在泡茶的时间啦，你能有建议讲哪种茶要配哪种点心吗？有，你头都更加泡的茶，你更加泡的茶，你属于清香啊轻发酵安尼的茶，啊，你的伊个茶点都会配像安尼凤梨酥的。怎么都会配个凤梨酥呢？因为那个是轻发酵嘛，其他米丝个淡，用来为了配那种凤梨酥。凤梨酥都伊个水果嘛，比较清香安尼，配伊那个茶的清香味，比较搭这样子。我知，因为那个茶点心的个米丝吼，太重的话，反而会压过那个茶的米丝，错冇？要有一个平衡嘛，所以我们就讲，伊咧太重，也伊咧太强，安尼就会吃唔到茶的米丝，也吃唔到点心的米丝嘛。没错。安尼好，接下来是伊咧重看下先。对，因为像现在喝的这个茶，它是属于比较轻发酵的绿茶，然后你搭配像这种比较水果口味的凤梨酥的话，它会把茶的香气带出来，可以试一下。吃下去无嘛中庸呢，从头到尾咧，那个米丝茶的米丝都带出来哟。对，它会让它的茶的香气更香，然后甜度会更甜嘞。真是的凤梨酥的个米丝有冇？又有出来有个果香的米丝呢。对对。除了呢，也个系绿茶嘛，红茶呢，红茶有冇个要配的吗？像红茶的话，就适合搭比较鲜奶类的。对，像我们也有准备像这样子
这样子的甜点。哦，对，那红茶来搭配它的话，它的那个风味也是会把它的甜度再把它带出来。对。不过俺人家他讲的迄点心哦，那迄唔係讲茶要做的比俺人的菜，正常的是我们如果有吃一些餐点的话，可以搭配这个茶吗？其实是可以的，它其实也可以像如果比较重发酵的话，它也可以搭一些比较咸的东西，它们那个滋味配起来的风味也不错哦。哦，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改天这个可以来试试看哦。是。头都有看到啊，你其实有带过来有其他一些嘅产品，可以同人介绍一下吗？像我们这一次带来的有今年比较新做的，就是刚刚看的这一款白茶嘛。我们泡茶对，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茶饼，那它这个是可以耐放，然后可以就是收藏。哦，做成一个饼的形状都错嘅。可以讲老茶安尼啦，老茶哦。你的木工啊，嗰度也个系普洱茶，因为普洱茶比较咸的都安尼啊。对。其他呢？其他还有吗？给去配的茶？其他的我们还有带像就是最旁边这个是红茶，然后我们也有绿茶。哦，一个中间一个是绿茶，一个是红茶。对，红茶，红茶、绿茶。对。哦，后杯呢？后杯给五色的、黑色的给包装的。黑色包装的话是我们另外一个茶树，那个是武夷茶树。那它这个茶树是早期民国73年的时候我大伯种的，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。那现在这个武夷茶树其实在台湾已经很少茶区看得到了。对。你一个包装啊，看到包装设计都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对，都是我们自己想，然后因为我们是做自然生态的农法嘛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包装就是素雅一点，可以就是符合我们自然农法的形象。哦，难怪我看到你的包装，我不看看的清简单，无嘛个像一般的有轻度繁复的沙基啦个对。对。一中间一个喏，迄嘛个东西啊？哦，这个是我们当初做了这个白茶茶饼啊，然后我们找了很久，然后才找到这个是可以收纳这个茶饼的那个竹编袋。哦，如一个推的就袋子可以来放那个茶饼都错嘅，放在地杯才比较好来保存，让我们本湿气啦，给到种，对。哦，好特别的设计哦，轻贴片呢。按人有按多的产品啊，按人平常很用的去推广的那个茶哦。有像我们在高雄市的话，我们会到駁二特区，然后像七贤路底那个盐旅社，然后像我们月初的时候才去台旅摆完一个茶市集。哦，去摆摊都错嘅，就在主要摆的地方都在高雄。对。哦，按人平常都2年的时间去摆摊。我们之前摆摊其实都是挑在6日，对。然后其实我们也有跑过屏东，然后也去过一次台南。哦，你在摆摊的时候，有遇到吗？有够神奇的事情吗？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客人呢？其实蛮常遇到的。举例一下，供一下好吗？哦，好啊，像我们第一次去台旅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学生，然后那个弟弟很好玩，他来了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很酷，然后他就跟我们介绍说，他是从国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喝茶，他自己会去茶山找茶。哦。对，然后他变成说，我们现在到哪边展摊，他都会到那个展摊上去找我们，然后也会带着他买的茶，然后去展摊上跟我们分享。变成你的老顾客都走来了。对。哦，还有呢，有外国人就是外国人一同人买茶吗？对。外国人的话免有，像日本人都爱啉的绿茶。哦，点的绿茶。啉关西安的绿茶的风味安尼，日本的迄安尼。像美国安尼都无一听。不过人但都用红茶，不会啉可能。接受度咩清高安尼。记得外国人都差不多迄批嘅红茶，因为人家下午茶嘅茶都会做红茶。哦，原来安尼。其实摆摊都平常时我有去，主要係2年的时间让你去摆嘛，怎么？
礼拜六、礼拜天安尼咧。不过像野餐的啊，甜食有无热甜的，啊热热啊，泡茶应该都会泡个烧水滚水嘛，啊热啊，安尼是烘焙食材有失败难以入口呢。啊，不过用冷茶做得来泡嘛？冷茶免可以，我都像冷泡茶安尼方法系。冷泡茶的方式啊，冷泡茶的方式同安尼一般泡茶有冇个冇共用的地方嘛？冷泡茶的话，都爱用来等一般的常温水，然后从滚的，准备的滚的安尼，制茶量差不多1公克的茶叶，啊配100 CC 的水，安尼泡。泡一球唔怕啦吼，反正你不用大家给它洗米洗出来都可以的嘛。我差不多泡好茶叶放进去吼，都6点钟到8点钟安尼。6点钟到8点钟。安尼伊变起来安尼。安尼不用隔夜唔怕啦吼。隔夜如个时间要10号安尼。时间10号，那唔会太湿。那唔会太浓安尼啦。因为我想讲，除了烧水的泡茶，其实吼，说个冷泡茶也quite好，因为个方便啦。咱唔是安尼煮，无像老板安尼，大家其实方便如买个手摇茶。讲到一个手摇茶，你对手摇茶你可以有某个看法吗？其实如果你有喝过就是像这样子的茶的话，你在喝手摇茶你会喝不习惯，喝不习惯它们，因为一般其实好的茶，它其实就是你这样子泡，它就可以喝到它的香气跟甜味。可是像手摇茶，一般它都是有再加一些果糖之类的。其实你喝起来它的那个风味就是都是甜甜的。可是好的茶，一般你这样冲出来，你这样喝，你就是可以喝到它的层次的风味是不一样的。对，真是的，因为应该饮一个茶有冇同安尼，老杯是那个手摇茶，真是无嘛共用呢。其实安尼最希望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试一个手冲茶，冇去试个手摇茶的茶，错冇？健康会发啦，系啊，安尼够健康啦吼。对。除了安尼，能够去能给片的时间啦，除了种茶食材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发动冇？内底几片有开放路，内底几片六几，内底迄伫半山腰住家安尼，无选店面安尼，如有开放，你客人可以来等个体验手冲茶安尼。可以品茗台湾山茶安尼滋味，可以内底个每风景每每茶都可以休息安尼，每可以饮茶安尼。我觉得无限的时间，可以能够预约，都可以同人共下来享受一个茶席都错嘅。哇，轻松。某个时间够闲，大家来同人预约一下，带朋友来去享受那个茶席，好冇？杂茶都无方便啦，杂茶都会无限，我无法度招待客人安尼。年杂茶的时间，它有个迄某个时间？那等杂茶因山茶都一年四季都有杂茶。四季拢有个杂茶，差不多提某个时间呢，总会有一个时间会提个杂茶。更加春天较无限安尼。春天的时间。差不多过年夏天啊，差不多4年安尼，4年差不多遐几片，可无限时。安尼个几方来，下一次来请一个时间带朋友过去能够聊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安尼谈方来，其实只要今日摘开茶，5月份之后就会做得大天发的预约茶席的哟。今日呢，先感谢嘉威同阿弟来到我们现场，同我们分享安精彩的故事，感谢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大家。多谢主持人，多谢各位观众。有限那点茶坊这边发现山茶饮茶，谢谢。谢谢。大家有机会来冇？做研究的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共下来做运动的哟。
家好，能又到诶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我是用心，今日我来教一个椅子毛巾操哦，结合俺的椅子同俺的毛巾去做一个运动哦。大人、小人、老人家都可以做运动哦。好，运动之前我来做一个暖身。好，记得咯，能坐诶凳的咯，一定要冇有轮子，有椅背耶，坐诶脏，坐诶稳，冇摇来摇去的哦。好，开始的哦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臀线上开始来运动的哦。好，坐好来，你的腰背要挺直。好，那你的上半身尽量从你的头那个像有一条线绑的长。好，来看你的上面，好，下面，你的肩条变松，好，看你的右边，看你的左边，好，一样来挖眼前呢，来，你赶紧挖眼前呢，一拳，两拳。3拳，4拳，好，那弯片的要来1拳，2拳，3拳，4拳，好，像拿好的毛巾。好，2只手压上来，好，放下来，再一次压上来，放下来，来做8次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来做一个侧弯腰的动作来，顶的左边弯过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过来中间，顶的右手边弯过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归到中间，挺好哦。好，能跟教来，好，呼吸能之前搞的动作来训练核心肌群的一个动作哦好，来2只手，好，压上来，一只脚踢出去。好，2只脚踢出去，好，来10秒钟哦，加油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很棒哦！好，听的动作还记得吗？做一个剪刀交叉哦，那脚做一个交叉式哦。好，来试看那先哦，来，手压上来。1只脚踢出去，2只脚踢出去，好，来做一个交叉式的哦，来，开始的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油哦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休息，好，来，来吞呢毛巾哦，好，扣住你的膝盖，好。来，轻量顶的肚子，好，靠近哦，来做一个停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很棒哦！来，我的右脚，好，一样扣住你的脚趾头哦，好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轻好哦。
更加呢嘛爱来训练的腹部肌群哦，哈，来双牙高，双牙高，嘿，好，刚安尼并下来的时节，记得咯，来左脚，嘿，抬起来哈，右脚压放来，好，准备哦，20下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最尾11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加油哦！17、18，做得到哦！19、20，哇，真棒，很棒哦！好，最后来做一个缓和，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，吸气，吐气，再一次吸气，调整一下你的呼吸，吐气，去上边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最后的动作哈，来，安尼来数，好，然后来。脚踢出去，2只脚踢出去，好，手柄下来，好，做一个侧弯腰，好，加油哦！2，好，腹斜肌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最后哦，安尼来做一个好后勾脚运动啊，做一个缓和。好，来，我们刚才呢，头都来训练的大腿，大腿规个大腿臀小腿的，好修饰你的身材的，下摆呢，安尼做的下摆呢个大腿会更好看哦，个腿型会更好看哦，美化你的腿型哦。好，更加来勾脚，一样哦。好，并个伊啊，1，好，来数风来，2，好，再数风来，好，开始哦，准备开始，1，好，2要碰到我的脚趾头哈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油！9、10，好，更加左片下咧，爱弯右片的哦。好，右脚伸出去，好，来准备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下来并下来，做一个缓和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听一次来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有刚刚忙的肚子，还有那脚软呀，轻软哈，好，可以消耗你的卡路里哦，帮你身材更加好看哦。好，最尾的哈，最尾的动作，好，2只脚哈，那毛巾，并个2只脚去跳一片，好，来，安尼来靠近你的肚子，好，做一个稳定的一个动作哦，莫摇来摇去哦，控制好哦，1、2、3，尽量靠近你的肚子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并下来。好，来做吸气，好，吐气，最尾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做一个你看哦，你平常时啊，其实你可以办公室都可以做的哈，做一个扭转，好，看个后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过来，好来弯右片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今日咧动作够简单吼，好来做，能做过的吼，要越做越好啊，相信自家哦。最尾咧动作吼，能再来做一个，好，能平常时吼都可以做的哦吼。伫前面夹放来，伫前面夹放来，嘛系双摆有搞高的哦，嘿，前面夹，吼，前面点，好，准备哦，来做4倍。准备开始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还记得冇？前面做还要做哪呀？哎，左片、右片，哈。来，准备哦，一样哦，好，按个数码跟腾落呢，哈，伸出去哦，好，开始的哦，来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啊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你做到的呢，今日啦，从头都是。到腳就訓練到哦，吼，做唔到，唔可以按個，唔可以，唔怕，唔好勉強。明日安尼慢慢的練，慢慢的練，相信自家，吼，可以同前上做的一樣好哦，吼，加好好運動，咱下次再見咯，咱來了。